喺城市入面，到一座被綠色包圍嘅玻璃屋。大家好，我係小編 Alpes， 100間咖啡店地圖第12站，吉隆坡嘅 Poco KL。係士多啤梨開心果蛋糕，佢係蛋白蛋糕嚟㗎，所以個底係脆㗎。我底層係蛋白脆餅，即係上面咧就擠咗層 cream，再加咗開心果碎同埋士多啤梨粒。Coco 粉紅色嘅 latte，Coco pink latte。Coco 嘅意思咧就係樹咁解，應該係馬拉文嚟嘅。冇任何咖啡嘅，咁所以係紅菜頭奶，跟住就試下佢好靚嘅拉花，好 rich 嘅奶，都係揀咗一啲比較 balance 嘅豆。呢一個係 Apple Steak， 就係有牛油果啦、蛋、bacon， 幾好食。佢仲有啲乾番茄啦，同埋芝士，好豐富嘅口感。一般咧，我哋喺香港食 all day breakfast， 我哋係有 bacon 咁，不過咧呢一塊係 beef bacon 嚟㗎，都幾重牛肉味，係有啲似牛肉乾嘅味。無論你係想約閨蜜打卡，定係週末想嘆個 brunch，Poco KL 都係你嘅城市綠洲首選。呢個只係100間咖啡店地圖，記第12站。下一集我會帶你去另一間隱藏版咖啡店，追蹤我一齊去100間咖啡店吧。